新的一年开始哦，学生又有新一档的文化币礼金。今年13岁到15岁学生，毛600点的文化币通使用。2005年头一天，元旦休假，吸引济学生来踅街。对今年元旦开始，文化部扩大文化币补助范围，对原本16岁至22岁会当领1200点的文化币，即马搁增加13岁至15岁学生囡仔，每一个人一年嘛有600点的文化币。有各中一年的学生第一天就随来开。今年13岁，然后第一次领文化币，但我还没用哎，应该在这边会用掉吧。文化部鼓励13岁至22岁学生会当加使用文化币，一点等于是1块，会当用来听演唱会、买册、看国片，也是讲做手工艺品等等的所在。特别的是，为着要增加学生的文艺气质，只要到册店消费，也是看国片，这2项拢会当得到回馈金。上次看电影之后有回馈100块，然后后面就是有再去继续用文化币，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趁机读书。如果没有文化币，我应该也是不会去买书的。若是以独立册店来讲，使用600点的文化币，政府阁会另外提供300点的文化币回馈金。若是你是用来看国片的话，消费350点以上，会当得到100点的回馈金。文化部提醒学生囡仔伫咧元旦第一天赶紧来下载，会当使用到年底。若是用无到，会真可惜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